现在哦。那主要我接触的都是在有机这一块。那后来当然这几年，因为为了要在外面上课的话，所以我大概对食品加工部分大概了解。那这边有一本书哦，或者重点各位知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买。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叫做安布斯。安布斯他讲到的是餐桌真相的大揭秘。这个是哪一个出版社的？我看一下。健康产业流通新闻，这个基本上是从日本那边翻译过来的。他讲到很多不止我们食素了，包含肉。刚刚那个今天有在讲就是说，可能都会有些还很清楚，所以那个最后台语国语都有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参加台语，那这个部分主要中，他为什么？他其实安布世界啊，这个人啊，他其实原来他在做米加工的，然后有一次呢，一个华人女儿啊，就讲肉丸子，然后呢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因为那肉丸哦，为什么吓一跳呢？因为肉丸哦，想到哪一家？肉丸哦，你为什么？你买公平那包那你干嘛那个炸？因为炸那个生产它是从骨头，还不烤过来，好像蛋饺过来哈，然后用强酸。强酸在强酸把它那个骨头那个肉煮下来，然后再用强碱，那种会化成这样强，就是酸碱中和酸碱中和完之后呢，它再下去加一些香料，如果你看拉然后做什么？不然你说跟人讲下去，我不爱吃啦，我后面走了我不要做了，所以后来才出来开始讲食安这个事情。食安这个事情，他发现说，食品加工其实这个是大危机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大危机。那第三个部分我要谈，刚刚你们有提到说秀米农法，刚刚秀米农法，记得我刚才讲秀米农法，PPO3它的更高层次的就是秀米农法。这秀米农刚刚跟你们在讲秀米农法。修炼就是为什么呢？咱来建议说食物我下肥料当然一般咱惯性，咱所谓惯性习惯的惯性是说你稍微不老掉了，有些是无不老的，虽然有些是无用化学肥料，那当然秀米法以养肥料我认为。超过一个多月，你它植物怎么长大？它就是好的就可以抓，然后呢，它是抓虫，它是搭的，有机的还有你看万一有机还有在搭那个网织把它打出来弹完里嘛音阶但是秀米农法是一样搭网织农法，网织农法。我们今天讲第三个部分的非来公对啊，如果 N 基品所谓的 N 基品其实秀米农法是出来的这样。包括刚刚我在跟你们在分享过，那个红萝卜我们一般红萝卜大概多大？多粗，我们讲粗好了。这样，怎么粗大概怎么粗至少啦，秀米农法的红萝卜多粗？看好了。大拇指。比较大一点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基本上相关公司，它的天然所谓秀米自然法天然天然是在艺术，但是用的料不来的话，所以这个秀米农法来咱们比较有风这个农夫很懒惰就顶多然后说他我爱煮我爱喝，他那边也多。可是我觉得秀米农法人家学得很快，不像那边经济压力在经济压力咱们一般的东西，毕竟人家可以有当然我讲是宽慢也太重要了，在说北欧情况下，基本上一般情况，他很辛苦跟我辛苦所以秀米农法很难这些人是比有机更高层次的，所以我要被风水发我会大家
到底分析哦，咱讲分析哦，比平常时啊吼，较歹啦，较细条是啊，到底讲一般正常常理无差，哦，这是其他你讲到说胃部的中下的这差无嘛。好，那我讲寿司啊哈，慈悲为怀啊哈，但是你看哦，你知道说这些诸佛寺庙哦，以下进行哦，到这个构图，它是来供构图，哦。他们讲只有哦，吃对素哦才能自救，哦，这点哦才能救众生。为什么吃素还要救众生？为什么吃素会？你去讲过去，咱现在讲到你就，你也会怎么样？哎呀，残害万民，残害这些生命，你知道？要不然，好了，真的蛮伤你啊。搞定啊！干嘛？也是红豆腐嘛。灵感红豆腐背后都有故事，好，来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灵感后书，啊，灵角故事，灵角，安家产区嘛，所以我在瓜田对吧？瓜田上的都改了，跳舞的团队这个有算拿出三在，来哈，大家知道哈。这个我觉得我故乡就在这边啊，我觉得我引以为荣啊，就是关子故事，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灵角里面有什么生物在？你想最主要我们在保护的生物是什么？啊，集体的雕，不错的。宁波天子。宁波天子是一个天子，好，对，好，那个很漂亮的鸟，对不对？那他们当初不同意而行啊，天捕鼠啊，这样子我们见到非常少，所以有在当地这群人在保护好这些鸟，他用一些方法在保护，所以他设立一个保护区。他用交往，好，那我们讲第二个，我们等一下看影片啊，因为我们电脑来啊，看景色啊。第二个是红豆饼，按照推崇你看，关山，按照那里。来我两个剪哈，按照的两个剪哈。那你知道红豆在当剥夺下去的时候，刚剥夺下去的时候，他们做一个事情来防止什么？没有，来吃红豆，来嘛，你剥下去，你叫来下啊，怎么防止？没有用。稻草。喷药没有用，喷药没有用，你好像这样喷药很不合。他们用一种方法这不干净的，没有讲。伊用切啊，咱切啊菜，光这个胶啊加这个粮食，然后拌什么东西，拌农药，然后呢，养甜鲜啊，所以塑料胶啊，塑料胶一样啊，来我们讲一下动料，动火料呢，这样，所以这几年其实有一些保育团体还是恐怖啊，很奇怪，莫名其妙为什么塑料胶要吸取出去一点都几百千只的，说啊，看下去真的很可怕。他们讲，然后过去人家，还没剪的嘞，要不然还没剪的，然后呢，不止塑料胶，不止麻疹的，你知道这个生态当然讲塑料胶，当然你讲塑料胶，老人也这样嘛，老人也这样。老人做不是中所以老人满意啊。所以现在老人也死了一堆啊。所以台湾的老人其实族群也在下降。他刚刚讲到结果后来这样，其实我们要感谢有些人去看到这个生态的关系，会开始做保护的动作。开始做保护才近5年有一个屏科大的一个研究部的一个女孩子姓李，他就去给地板参加勾勒一些农虫。他卖鱼了，来草胶科来保护。那个一股这呀5公斤的那个红到5胶下来了，对不对对不对对呢，5公斤到多少钱啊？或者是，所以他们就是当然农民他们如果说靠科里去拿5公斤，如果他讲10公斤超过10公斤20公斤，我们没希望，对不对？所以呢。当然要让农民有保障所以有成立一个团体这个东西呢，每年在全年全年在全球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超市连锁全年所以用这个保护老鹰的红豆
你要保护老鹰的红豆，那基本上保护老鹰就是保护马蹄的在一路下，所以那些红豆明年呢，今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已经好几十公尺了，出来很大。然后我拿来玩，就是说打一些什么红豆下去，我先教他们这样，把这个生态维持起来。它既然保护农民的收入啊，所以变成说。那这些东西要有人保证收购嘛，而且要高于一般的市价，就是高于他们用的农药在喂小鸟用价还要高，他们有些。